来乡亲啊，就为昨开始，为着新冠病毒的确诊者，拜六袂使出门投票，所以外界咧推测，打来这几天确诊的乌数将会增加，也就是确诊未来通报。所以专家来建议，预防社也未注满3剂，或者是3个月内无确诊过，或者是无去注次世代的疫苗的民众，因为感染到病毒的风险较悬，去投票的时阵一定要特别注意防疫。若是伫咧投票的同时，才出现着症状，会当甲现场的工作人员来反映，会引导到防疫专区去投票，安尼较袂去共传染着。若知影有确诊者违规去投票者，会当到地方的卫生局去检举。选举就要到，为昨开始，确诊的民众无法度投票，有专家烦恼未来几天染疫乌数恐惊变多。那很多人应该是不会放弃投票权啦。那所以说选择的做法就是5天之前都是不会去验的哈。那当然就会造成黑数的上升。乌数变多，无法度票面，前疾管署长施文仪提醒，也会注满3剂疫苗的人，或者是2顶摆确诊已经过3个月，可能佮感染的人，含有未做过次世代疫苗民众，染疫风险相对较悬，拢要特别注意。这一次因为确诊者不能投票，应该可以预估，在这一阵子整个黑数会一直在增加，到最后比较高。本来投票的风险就高，然后再加上黑数增加，风险会更高。笔张盖票的一个触摸所以离开的时候一定记得要洗手，然后全程要戴好口罩，不用因噎废食啊那。要赶快投完，赶快离开。不过，若是民众来到投票所才开始发烧，随后嘛可能是感冒、流感，或者是别个呼吸道病。不过，嘛是要甲现场的工作人员汇报，因为带领去专用的投票区，避免影响到别人。做法就亲像是律师通道。若伫咧投票间发现敢若有确诊者真正来投票，这位同事嘛提醒，会当直接向地方的卫生局检举。